为什么这种尴尬中又带着一丝喜悦和羞涩？哎，仙女姐姐，坐这边吧。嘴，太丢人了！阿俊，你跑什么呀？跑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躲开山多拉呀！你就别再摇他了。我想摇就摇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可管不着，但课堂纪律还是得遵守吧。阿俊，这种情况都能立马睡着啊，陈俊你真有趣。所以你是谁啊？陈俊的。真有意思。该是我问你吧，你是谁？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是？快说！我说，丽丽其实不是我的妹妹。我问的金毛，我也是第二次，第一次见，路人。